OK，Muscle ready，drive class ready。好，聽交成啱先前邊。Y class evening drive。10, 9, 8. Stop. Car number 3 warning. 5, Car number 3. Car number 3. 2, 往嘅話 warning 1 car。好，再停啱先前步啦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.係啊，見到起步頭先就係紅白色拉花嘅就搞咗出嚟啦，而且就係白色有少少藍紅色拉花嘅，咁後面嘅三色跟住咧就係紅白色三色位置嘅長中間，咁啊頭先紅白色拉賽車拉花咧已經直到尾㗎啦，打出一段距離，已經開始預備翻咧慢車㗎啦，咁啊留意下紅白色拉花啊就係頭先嚟嘅到尾咁樣啦。咁啊，2、3車有白色車而家最後，3車有白色嘅做中。又見到頭車紅白色拉低，預備翻呢個熒光黃㗎，到同樣一樣啦，頭車度。好，唔該曬熒光黃啦。好啦，跟住到花呢排啊，葉同埋啊葉邊啊，到就同埋一樣啦，唔該曬你。咁啊，見到2車都帶咗一條好顯色嘅距離出嚟啊！白色車有少少藍拉花停中間，3車入翻嚟有少少意外嘅，停咗喺最尾。而家8號車上3車位置啦，應該係㗎紅色車嚟嘅右下角。咁啊，時間即係就係1分40秒嘅啫，名次嘅就係1683。頭車嘅就係架白色經典賽車拉花，而家直路出咗路，咁啊預備包呢車啦，睇晒邊啦，頭車對咗個朋友啦，唔該你。咁啊2車係架白色車，有少少藍白拉花嚟嘅，左手邊就快出咗路。3車係架唔底紅紅色車嚟嘅，咁啊而家直路左手邊有個情況。咁啊，睇翻而家頭車係㗎，白色經典賽車拉花，直到尾，我睇咗一大段佢嘅，同架2車有一條左嘅。咁啊，唔該曬，係啊，留意翻啊，紅白色賽車拉花架頭車嚟嘅，到就同樣一樣啦，讓過一次應該贏到佢啦。咁啊，時間仲有2分20秒，完成嘅就係16328嘅。咁啊，頭車嘅就係紅白色賽車拉花咯，而家位置就喺左手邊。咁啊，唔該曬。咁啊，紅色車睇下掛頭車。咁啊，留意下紅白賽車拉花嘅頭車而家到同埋有啲人㗎。車入翻去，但係而家俾2車追到上去喎。而家2車過咗去啦，頭先嗰個慢車行之後，而家頭車追2車，紅白色2車嚟嘅，前面架白色就係頭車啦，不過內線過翻去啦，而家隨便見到1、2車，咁啊時間仲有分半鐘，咁啊而家頭車架白色車有少少紅藍拉花至到尾，之後2隻翻佢哋就見到架紅白色賽車花啦。車花啊，咁啊呢個係即係純色都有嗰個白色有少少紅車花，依家直到呢個。時間仲有1分鐘，暫時帶頭嘅就係長中間白色車有少少紅藍拉花嘅。
跟住翻到嚟見到就係好啱白色拉包嘅就係個馬車位置。啱啱一個字嚟，一個字嚟啊！時間仲有45秒。挑戰緊第一名。時間仲有30秒，暫時繼續係白色車嘅小紅拉包嘅出路啦，打緊頭。咁一隻拉佢又見到我哋紅白的經典賽車拉包嘅平車。又係好難講，拉到㗎喎，仲有一個機會。仲有15秒左右。留意下白色車嘅小紅拉包頭車嚟嘅。拉咗佢。好，繼續跑一個衝揸時先啦，跑到佢尾先，跑埋你嘅尾圈先。好，賽事完成，賽事完成。老闆，把你車停在右上方。